主后2022年10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多多尊迎上帝。圣经启示录19章第19到第10节。后来，我有听见伫天顶，亲像有一大群人大声地发：哈利路亚！赞美上主！拯救、荣光、权能，拢对咱的上帝来。伊的审判真实公义，因为伊有审判迄个用淫行败坏地上人类的大淫妇，有刑罚伊流上帝奴仆的血的罪。因第二摆发哈利路亚，赞美上主，声导火烧的烟唱悬，永远袂停。迄24个长老甲迄4个活物拍落去敬拜坐伫宝座的上帝，讲：阿免，哈利路亚！对宝座有声出来讲：所有上帝的奴仆，所有敬畏上主的人，无论卑贱尊贵，拢着称赞咱的上主。我有搁听见亲像一大群人的声，亲像真侪条河流的声，亲像雷大弹的声讲：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因为咱的主全能的上帝最王啦。咱着欢喜快乐，将荣光归乎伊，因为羊羔婚礼的日到啦，伊的新娘已经准备变啦。上帝已经予新娘穿幼麻布，光亮青白的衫。幼麻布的衫是信徒义的行做。后来天使甲我讲：你着写起来，受邀请参加羊羔婚宴的人真有福气。天使搁甲我讲：这个是上帝真实的话。我就趴伫天使的脚前，要甲伊拜。毋过伊甲我讲：绝对毋通我甲你以及你遐个为着耶稣做证的人，拢偏偏做奴仆。你着拜上帝，因为为着耶稣做证是受着有言的神的感动。因为为着耶稣做证是受着有言的神的感动，第一是因为耶稣的见证是有言的神。多多尊迎上帝。当约翰趴伫天使脚前要拜伊的时，天使讲：绝对毋通我甲你以及遐个持守耶稣见证的人，拢偏偏做仆人，你着拜上帝。相反，咱的教会爱敬拜是上帝，毋是上帝的仆人，所以爱避免甲上帝的仆人偶像化。对台湾教会界甲台湾民主化的角度来看，前台湾基督长教会总会总干事郭俊明牧师的贡献，通讲是非常壮伟。不过，郭永敏牧师伫伊的个别礼拜的讲道中讲，唱诗摩西遮尔啊伟大，犹阁无法度进入甘地，死后也无纪念馆通甲伊纪念。可见，伫基督教内面无圣人，大家拢是上帝的仆人。再在凸显基督教会信仰精神的核心，信徒该祭司，一切荣耀归伫上帝。上帝的仆人拢应当谦卑敬畏伊。郭俊明牧师的个别礼拜真力要传达的信仰意涵，令人深思。这场个别礼拜，按照郭牧师的遗愿，用简单朴素、庄严进行礼拜，无法律的布置，无总会状的形式，无个人热力歌功颂德，也无正常名流致辞，敢若由司礼者代表家属发表感谢的话。
专程用礼拜将一切荣光颂赞归伫上帝。这种为尊荣上帝的信仰核心价值，也影响教会强调企图中保式，就带着祭司区分的祭司职分，因为唯一的中保大祭司就是耶稣。现今牧者的牧养心态也需要重新审视，家己到底是跟对耶稣，还是跟对教会成长策略的潮流，还是误以为福音就是教会成长，毋是掠牧养大型教会做目标，偏离了福音的本质的。使徒保罗伫加拉太书第1章11到12写讲：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，我所传的福音毋是人想出来。这个福音，我毋是对人领受，嘛毋是对人学习，是对耶稣基督来的启示。可见，保罗并毋是向使徒学习安怎牧养教会，是亲自向耶稣学习。而且无论是保罗，也是约翰，拢强调启示福音真理的，就是耶稣。既然每一个信徒拢具有祭司这份，拢是上帝的仆人，安尼福音真理的启示就毋简单是向传道人揭露，每一个仆人应该拢有伊的职分和责任。这提醒每一位基督徒，伫相信耶稣启示的福音真理以后，家己的生命就有得到真实的改变甲成长无？伫受教、学习、受服务的同时，是毋是搁较互基督的真理感动着，乐意徛出来参与圣工，服侍别人呢？默想。我较常对着世界的潮流行，还是搁较侪听探耶稣真理的启示？我的眼光是毋是经常欣赏认为形俗的身份地位？正意识将人区分阶级，是自卑还是逃避责任的态度，互家己无乐意服侍呢？我较常跟对世界的潮流行，还是搁较侪听探耶稣真理的启示？我的眼光是毋是经常欣赏人认为塑造的身份地位？正意识将人区分阶级，是自卑还是逃避责任的心态，互家己无乐意服侍呢？来祈祷。疼痛世间所有人的上帝，感谢你愿意拣选我成做你的仆人，求你赐福气，互我勇敢承接呼召和职分，伫小事还是忠心、谦卑敬拜，生活中见证主的疼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